謹代表明德國際醫院全體同仁，衷心感謝 AN730真生活至尊品牌大獎頒發至尊私營醫療機構服務大獎俾明德國際醫院。呢個獎項係對明德團隊一直秉持以人為本服務理念係重要嘅肯定。無論係醫生、護士，每一位前線員工同後勤嘅員工，我哋每日都全心投入，致力為病人提供最貼心、最安全、最優質嘅醫療服務。我哋深信醫療服務唔單止係醫病，更加係一種全人關懷嘅體驗。例如喺骨科方面，我哋提供全面嘅診斷同埋治療嘅服務，無論係運動創傷、關節置換，還是脊椎嘅手術，經驗豐富嘅專家團隊都能夠幫助病人盡快恢復健康，重拾優質嘅生活。而至於明德深受家庭信賴嘅產科服務，由產前檢查到產後嘅護理，我哋全程陪伴每個家庭喺安心溫暖嘅環境中迎接新生命嘅來臨。我哋亦持續提升醫療服務，以回應病人日益多元嘅需求。目前，我哋正打算擴建重症病房，為處理複雜嘅病例提供更全面嘅支援。另外，我哋亦將推出更多嘅手術套餐計劃，俾病人享有既透明又安心嘅醫療選擇。我哋相信健康係無價嘅，而選擇明德代表住一份優質、安心同埋貼心嘅醫療體驗。未來我哋將會繼續貫徹以人為本嘅精神，不斷進步。再次感謝各界一直以嚟嘅支持，明德國際醫院會繼續成為你同屋企人最信賴嘅健康夥伴。